紹，公咩無聊啫你？辭職啦！今日咧見到有一單新聞啦，就係講一位太太咧同個老公北上，咁啊點知個老公咧就喺自己個酒店房隔離咧就偷跳嘅，咁啊跟住個老婆咧就大吵大鬧啦。咁於是咧我就睇咗啲留言啦，啲男性咧通常留言都係會講咩啊？哇！聽到個老婆咁樣鬧自己老公嗰把聲，你就係我都偷食啦。咁啊另一面咧好多女性嘅留言喎，就係話偷食都算啦，仲要偷食過差過自己嘅，咁啊真係唔嬲都假啦。咁我睇完都想分享下嘅。嗱，其實咧都聽得到個太太雖然把聲大吵大鬧啫，但係相信咧佢嘅內心咧，除咗有一份嬲怒啊、委屈啊、不甘之外咧，更大嘅係有一份好大嘅傷痛喺度。嗱，你試諗下，個老公寧願揀一個又老過你又要瘦過你嘅女人。我已經見到佢樣啦，又老又白，又老又瘦咁。嗱，相信呢個老公咧已經唔係介意你嘅外表噶啦，當中一定係婚姻中咧嘅相處裏邊咧出現咗一啲問題嘅。咁與其係咁，佢已經係一而再、再而三對婚姻嘅背叛嚇。倒不如我哋提升我哋嘅自己嘅智慧，學識穩定自己嘅情緒，留低最後一點嘅尊嚴俾自己好過啦。嗱，如果呢件事情又發生喺你身上，你又會點做呢？